2萬億美元，當這個數字在納斯達克大屏幕上閃爍的時候，全人類可能都沒有意識到，我們剛剛見證了一場合法的全球主權竊取。你以為 SpaceX 的上市只是為了做機密會飛回來的火箭，或者是在天空中鋪設一個能上網的路由器？別天真了。此時此刻，華爾街正在用750億美元的真金白銀，為地球表面最大的能源危機尋找退路，為近地軌道不可再生的頻譜資源進行瘋狂圈地。這家公司正在強行把人類未來30年的科技霸權喺亞算力以及跨國界的信息生命線打包進一個只有6個字母的股票代碼裡。而最可怕的是，這場萬億級別的數字狂歡，你根本無處可逃，因為無論你買不買你的養老金和全球資產體系，都已經被強制綁上了這首聲藍。這期內容，我們將徹底撕開硅谷科幻的溫情面紗，用頂級地緣政治的冷酷視角，打開 SpaceX 2萬億估值的底褲，重溫了真相，可能比火星還要荒涼。SpaceX 上市了，這絕對不是一家普通公司的敲鐘儀軌，毫不誇張地說，這是最近半個世紀以來，全球資本市場最有想象力、最具野心，同時也最讓人感到毛骨悚然的一次 IPO。一家仍處於瘋狂燒錢階段的公司，上市估值直接逼近8萬億美元，融資規模更是低到了駭人聽聞的750億美元。而在掛牌交易的瞬間，在資本狂潮的裹挾之下，它的市值甚至一度擊穿了2萬億美元的絕對穹頂。我們先停下來掂量一下這些令人窒息的數字。2萬億美元是什麼概念？如果把 SpaceX 當成一個主權國家，它的市值 GDP 可以直接躋身全球第10大經濟體，與意大利或加拿大全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平起平坐。而那750億美元的單次融資規模，就像是一個憑空出現的金融黑洞，相當於數個中等國家全年的股市總成交額。這種體量的資金供給，真的是在買一家傳統業遇上的航天製造刊嗎？當然不是。在華爾街的交易室裡，在全球散戶狂熱的跟風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是在買機堆積物焊接的金屬廢鐵。他們真正在買的是伊隆馬斯克站在地球的廢墟上，講給全人類的那個價值2萬億美元的超級神話。這個神話有着一層推一層的俄羅斯套娃式結構，最內層是可回收火箭，中間包裹着星鏈的全球通訊網，外層罩着以太空數據中心為底座的超級亞算力，而它最外面那層閃發光的終極愛河，叫做讓人類成為多行星物蟲。聽起來是不是讓人熱血沸騰？但這恰恰是危險所在。如果我們把情感的濾鏡摘下，假時講拉伸到資本與地緣的冷酷維度，一個巨大的邏輯悖論就會浮出面。一家依然背負着高負債壓力，每年需要將數百億美元投入無底洞般的研發測試中，甚至在上市前夜，還強行把極度肆虐、極度燒錢的 XAI 業務生吞進肚子的公司，憑什麼能在估值上與蘋果、微軟這些擁有無敵現金流的帝國平起平坐？要理解這種瘋狂，我們必須翻開2段塵封的歷史。400多年前的1602年，世界上第一家股份制公司荷蘭東印度公司完成了人類歷史上的首次 IPO。當時無數市民掏出積蓄買入它的股票，去資助那些隨時可能沉沒在好望角風暴裡的木帆船。他們買的是香料嗎？不，他們買的是對全球海洋貿易咽喉的絕對定價權。今天的 SpaceX 本質上就是21世紀的星際東印度公司。這2萬億美元是馬斯克向地球公民募集的通往外太空的第一筆建國基金。再把時間撥回到2000年的千禧年，那是互聯網泡沫最鼎盛的時期，資本為了虛無縹緲的點擊量燒掉了1萬億美元。但在泡沫破裂後，那些死去的公司為人類留下了一條鋪滿全球的光纖網絡。今天呢，在全球經濟陷入低增長泥潭、大國博弈日趨白熱化的時代，傳統消費互聯網的內捲已經讓資本感到窒息。資本迫切需要一個能突破地球引力井的增量池。SpaceX 此時的上市
就是把全球最聰明的錢從送外賣、刷短視頻的靈活博弈中強行抽出，集合物理疆界的極致擴張。所以 SpaceX 到底是一張通往太空經濟的入場券，還是世界金融史上最昂貴的一場資本海市蜃樓？這期視頻，我們不跟着輿論的情緒起舞，我們將用手術刀般的理性剖開這局大棋。我將回答3個極度冷酷的問題。第一，愛科幻內衣 SpaceX 在底層商業與大國博弈的邏輯中，到底已化成了怎樣的數字利維坦？第二，馬斯克為什麼偏偏在埃萊卷的微妙時刻扣動上市板機？第三，普通人究竟該如何看待這串正在跳動的股票代碼？破題的結論很簡單， SpaceX 的高估值從來不是靠火箭尾焰撐起來的，它真正批發給華爾街的是一套對地球資源降維打擊的未來閉環。火箭剪碎主權國家進入太空的門檻，星鏈把星空變成按月收租的濾網， AI 把太空網絡轉化為不可挑戰的新霸權。在這個存量廝殺的時代，資本買入 SpaceX， 買的早已不是一家公司的盈利預期，而是人類文明拒絕在地球上繼續內卷的最後一張逃生船票。很多人一聽到 SpaceX， 腦海裏本能浮現的畫面就是那震撼人心的鋼鐵巨獸，那邊9號的一箭多星，或者是星艦那驚天動地的快子格火箭。這從物理層面的視覺衝擊力確實太強了，哪怕你對航空航天一無所知。看到幾十層樓高的巨型推力器精準降落在發射台上，也會感受到一種近乎宗教般的機械戰略。但如果你僅僅停留在這家公司火箭做得好這個層面，那你就完全錯失了這場2萬億估值盛宴的底層密碼。如果我們從地緣政治和資本壟斷的視角來看， SpaceX 最恐怖的護城河不是它能把多少噸廢，而是它冷酷地不可逆地把進入太空的成本曲線硬生生地砸穿了地心。我們要知道，在過去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裏，航天工程從來就不是一門生意，它是冷戰的衍生物，是大國之間為了證明意識形態優越性而進行的不計成本的政治肌肉秀。無論是蘇聯的斯普特尼克號，還是美國的阿波羅登月計劃，本質上都是舉國體制下的戰略揮霍。美國 NASA 後來搞出的航天飛機計劃，最初也信誓旦旦地說要降低成本，結果呢，它迅速淪為了華盛頓官僚體制和軍工複合體分贓的無底洞。每次發射成本動輒數億美元，這伴隨着極其慘痛的生命代價。在那個舊時代，人類當然可以進入太空，但當你把一瓶礦泉水送上跟你軌道的運費，比這瓶水本身貴上幾十萬倍時，任何商業模式在這第一步就被從歷死死地按在地上摩擦了。SpaceX 幹的第一件事，也是最致命的一件事，就是用硅谷的第一性原理對舊時代的航天貴族進行降維打擊。它的上市招股書中赫然躺着一組足以讓傳統航天大國膽寒的數據。過去 NASA 將一公斤載荷送入近地軌道的成本高低45萬美元。當獵鷹9號橫空出世時，這個數字被腰斬再腰斬，降到了2720美元。而目前正在瘋狂迭代的星艦，其理論商業目標是將這成本壓縮到100美元以下。這個斷崖式的成本暴跌意味着什麼？這意味着太空不再是一個掛在天上供人仰望的圖騰，它變成了一片可以被大規模開發的處女地。以前去太空，就像是在沒有高速公路的原始叢林裡開闢一條羊腸小道，不是去不了，而是去一次就會破產。SpaceX 的可回收火箭，就是在地球和近地軌道之間強行鋪設了一條由它絕對控股的星際收費高速公路。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在人類歷史上，誰掌握了最低成本的運輸通道，誰就握住了全球權力的咽喉。大航海時代，英國憑借低成本的天旋地炮控制了馬六甲海峽和蘇伊士運河，從而統治了半個地球。今天
SpaceX 通過壟斷發射成本，實質上已經控制了地球通往太空的引力井通道。根據最新追蹤數據，僅 SpaceX 一家公司，其每年送入軌道的有效載荷質量已經霸佔了全人類、全球所有國家總和的80%以上。注意，這不是佔據商業發射的80%，這是把所有國家隊全部加在一起之後的80%。當波音的星際客機因為漏氣把宇航員困在空間站淪為國際笑柄。當歐洲航天局被迫放棄獨立招募，向獵鷹9號低頭買單時， SpaceX 已經完成了物理意義上的絕對壟斷。這就是為什麼火箭業務本身賺不了暴利，但資本依然瘋狂追捧的原因。因為在這條高速公路上， SpaceX 擁有唯一的定價權，它是整座2萬億大廈的承重牆，沒有這層降維打擊的地基。後面所有的低曳算力和星鏈網絡都是空中樓閣。火箭的軍名不是科技的讚歌，那是舊大國航天霸權崩塌的喪鐘。馬斯克發射的不是衛星，而是射向傳統主權國家領空的降維打擊的經濟導彈。如果說火箭是 SpaceX 撕開天空的利刃，那要星鏈就是刺入地球靜脈、源源不斷吸血的黃金管道。如果火箭不賺錢，那誰來為2萬億的估值提供真實的財務資產？答案就是這條高速公路上第一個開始瘋狂收過路費的系統——星鏈。千萬不要把星鏈單純地理解為一個能在深山老林裏刷短視頻的巨型路由器，在商業的表層邏輯裏。星鏈是一個低軌衛星互聯網運營商，用戶花錢買個接收終端，每個月交一筆訂閱費。相比於火箭發射那從大一發收一筆錢的苦力活，星鏈這從每月自動扣款的訂閱模式，天然踩在了華爾街的興奮點上。財報數據不會撒謊， SpaceX 的8億美元總營收中，星鏈將狂攬大部分份額，佔比高達60%以上，而它的用戶規模更是呈現出病毒式的爆發，直接飆升至千萬級別。規模經濟的魔力在這裏展現得淋漓盡致。網絡一旦建成，多增加一個用戶的邊際成本幾乎為零，這讓 SpaceX 徹底洗刷了只會燒錢做夢的嫌疑，證明了自己是一台能夠造血的現金泵。但這僅僅是星鏈作為一家電信公司的一面。如果你具備地緣政治的宏觀視野，你就能看到星鏈極其可怖的B面，它正在進行一場無聲的太空領土圈佔與數字殖民。讓我們把目光投向19世紀末，當年大英帝國之所以被稱為不落帝國，並不僅僅依賴堅船利炮，更是因為他們鋪設了連接全球4大洋的海底電纜，所以控制了信息流通的物理網絡，所以就控制了全球金融與情報的命脈。今天馬斯克的星鏈就是在太空中鋪設21世紀的無形電纜。傳統的主權國家是通過地理邊界和地面基站來行使通訊監管權和信息主權的，但在星鏈面前，這從基於物理疆界防禦正在失效。星鏈的信號可以極大挑戰高山、大洋甚至是國界線，直接從幾百公里的高空精準投射到任意一個便攜式終端上。在偏遠地區，在遠洋巨輪，甚至在近年來的局部衝突戰區，星鏈都展現出了摧毀不掉的去中心化生命力。它甚至已經孵化出了專門服務於5角大樓的星盾項目，這等於拿到了特殊的戰略護身符。更令人窒息的是太空資源的排他性。太空看似浩瀚無垠，但在商業上具有極高價值的近地軌道高度，以及能夠進行高速數據傳輸的優質通訊頻段，是極其稀缺的不可再生資源。國際電信聯盟的規則極其殘酷，先申報、先發射、先佔有。目前星鏈申請的軌道位置已經超過了4萬顆，這意味着什麼？這意味着星鏈不僅是在組建一張通訊網，它是在跑馬圈地。
等其他國家的低軌星座計劃反應過來時，天空中最核心的軌道和頻段已經被星鏈密密麻麻的衛星填滿了，晚來者連太空的停車位都沒有了。因此，華爾街給星鏈估值超過$10,000,000，絕不僅僅是在算幾個用戶的月費，他們是作為人類未來30年唯一的超主權全球數字基礎設施定價，他們是在買斷近地軌道的地契。星鏈不是懸在頭頂的繁星，而是一張無視主權國家的鐵幕。當馬斯克的衛星佈滿蒼穹，傳統國家花費百年建立的數字長城，將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技術穿透威脅。前兩章我們講的火箭和星鏈，無論多麼震撼，依然停留在物理運輸和信息傳輸的範疇。但真正讓 SpaceX 這次 IPO 股直徹底走向失控，直接把天花板捅破到2萬億級別的是第三層敘事。這絕對是這次上市中最具爭議也最隱蔽的一步大棋。馬斯克強行將極其燒錢的 xAI 併入了 SpaceX， 很多投資者的第一反應是懵酸的，一家搞航天和衛星的公司為什麼要硬塞一個做大語言模型和算力的 IT 業進來？這難道不是為了生人工智能的風口強行拼盤嗎？如果你這麼想，就太低估馬斯克的野心和華爾街的貪婪了。這不是拼盤，這是補齊了人類邁向更高級文明的最後一塊核心拼圖。火箭負責軀體的投送，星鏈負責神經的連接，而 AI 才是那部跳動的主宰一切的算力大腦。我們要把視角切入到當前全球大國博弈的最核心戰場——算力，回顧人類文明史。每一次生產力躍遷都伴隨對能源榨取方式的升級，煤炭催生了蒸汽機，石油驅動了內燃機。到了今天，大模型時代，算力本身已經成為了新世界的石油。但是算力不是憑空變出來的，它是靠燃燒巨量電能轉化而來的。當前全球 AI 產業正撞上一堵令人絕望的物理高牆。地球的能源與環境承載極限。你以為訓練一個超越人類的通用人工智能最大的阻礙是代碼嗎？錯，是電線桿上的電，是散熱用的水。前沿大模型的超算集群，單體功耗動輒低到數百甚至千兆瓦級別，相當於活生生吞掉一個中小型城市的全部發電量。隨之而來的是電網崩潰的風險、淡水資源的枯竭，以及各國越來越嚴苛的環保法案。你看目前的 AI 霸主們在幹什麼？為了找電，他們甚至瘋狂到去復活已經退役的核電站。面對地球的能源死結，有人選擇了重返核能，而馬斯克選擇了一條極具科幻感也極其冷酷的向上逃逸路線。他試圖講述一個在未來將超大規模幾日數據中心搬到太空的瘋狂願景。這個邏輯在物理學上堪稱完美。既然地球上的電網卡脖子，環保局天天查水表，那就去太空，那裡有永不落幕的太陽，提供絕對零成本、無污染的無限光伏能源，那裡有近乎絕對零度的宇宙深航，徹底解決了芯片發熱的散熱難題。最重要的是，那裡沒有城市的搶電大戰，沒有任何國家的監管機構。在這土幣還你，星艦是物流卡車，把芯片運上去。太陽能帆板是發電機，星鏈是萬兆級的激光寬帶，把算力結果瞬間傳回地球。而AI大模型則是消耗這些能源和算力，最終賣給地球人的商業核心。在 SpaceX 的招股書中，唔同太空市場只有幾千億，互聯網市場是1萬多億，而 AI 和相關基礎設施的潛在市場是一個令人願暈的26.5萬億美元。這就是為什麼 AI 成為了2萬億估值的頂流。這是馬斯克在嘗試建立一個縮小版的大星球來榨取宇宙能量。雖然這聽起來超穩定的商業化環價在10萬8千里，但這套敘事足夠宏大，宏大到足以讓所有投資人甘願吞下不確定性的毒藥。當硅谷精英們還在為地球上的幾個核反應低增得頭破血流時，
馬斯克已經準備將地球人的靈魂和算力一併打包，發射向那片沒有任何法律約束的法外之地。當未被上述的宏大銳事震撼得頭昏腦脹，準備立刻掏出養老金買入這串股票代碼時，我們必須狠狠地踩一腳剎車，把目光從星辰大海拉回到華爾街陰暗的交易室裡，看看這筆史上最龐大 IPO 中最隱蔽也是最血淋淋的權力交易。很多人不理解 SpaceX 已經靠着一次次的私募融資獲得極其滋潤了。馬斯克為什麼偏偏要在這個節點突然選擇公開上市？其實有一些表層原因，比如成立20多年，早期風投和核心高管需要一個套現磁場的流動性出口，比如XAI 併入後，大模型訓練和太空基建的開支呈現指數級爆炸。單靠一級市場已經餵不飽這頭猛獸，必須把全球二級市場的散戶全部拉進來，甚至這也迎合了當前科技股估值最頂峰的時機。好故事要在市場願意給最高價的時候講，從而用極其微小的股權稀釋換來多達750億美元的恐怖現金流。但這都不是最致命的核心，這次上市最值得玩味，也最讓人感到脊背發涼的是它的同股不同權架構。在 SpaceX 的股權結構中，B 類股一股一票，B 類股一股10票，C 類股更是乾脆沒有任何投票權。早在上市之前，馬斯克就已經通過手握海量的 B 類高投票權股票，牢牢嚇死了公司超過85%的絕對控制權。這意味着什麼？這意味着 SpaceX 上市了，但它的絕對權力絲毫沒有被稀釋。全天下的散戶和機構排着隊送錢，買到的僅僅是這張星際彩票的分紅權。而在公司的任何重大戰略決策上，他們甚至連個旁聽的資格都沒有。這種將極度龐大的社會公共基礎設施乃至影響人類命運的前沿科技集中於一人之手的做法，是對現代企業治理制度的重大衝擊。我們仿佛看到了19世紀末美國時代的重演，當年巨頭控制了石油和鐵路，用壟斷扼殺了競爭。但今天的馬斯克更可怕，因為他控制的是通往外太空的運載工具、全球無死角的監控通訊網絡，以及可能演化為超級大腦的 AI 算力。當年的壟斷者還要受制於反壟斷法案，而如今在太空這個特殊領域，防務部門不僅無法有效約束 SpaceX，反而成為了極度依賴它的最大客戶。當我們買入傳統防務巨頭的股票時，我們知道背後有龐大的董事會和政府在制衡。但當你買入 SpaceX 時，你買入的已經不是股票，而是對一位科技強人的效忠。華爾街為了分享這塊2萬億美元的超級蛋糕，心甘情願地放棄了制衡，將決定人類未來走向的按鈕交到了一個極度天才、情緒極度不穩定且沒有任何內部有效制約的掌舵者手中。這是一個將全球財富抵押給一個人道德羅盤的賭局。資本剝下了民主治理的偽善外衣，向一位全能的科技寡頭屈膝獻祭。在這場2萬億的狂歡中，散戶買到的不是參與未來的選票，而是一張安靜閉嘴的門票。當一切剝繭抽絲，所有的宏大於是最終都要落回到那條冷冰冰的 K 線圖上。面對這樣一個被過度包裝的超級神話，普通的你我究竟該不該在這場2萬億的豪賭中下注？讓我們來算一筆賬。以目前巨額的估值規模對照其預計的收入， SpaceX 目前的市銷率低到了極其荒謬的94倍左右。這意味着什麼？這意味着如果你現在買入，你不僅買下了它今天的基本面，你甚至已經全額投資並預付了它未來10幾年所有順風順水、沒有任何黑天鵝事件發生的完美未來。在資本市場上，偉大的公司絕對不等同於一筆好的投資。科技史上充滿了因為估值過高而導致投資者10年不賺錢的慘痛教訓。面對這種級別的泡沫，投資者必須跌到冷酷。你把自己對號入座，看看你究竟是哪一類被收割的對象。如果你是那種被情緒裹挾的散戶，因為怕錯過
這趟人類歷史上最後一次暴富列車，準備在飄初期的狂熱中滿艙衝鋒。我只能祝你好運，因為在開盤的巔峰時刻，等待你的將是有短期投機資金、華爾街做市商和算法機器人組成的絞肉機。你買到的絕對不是夢想，而是極其慘烈的高位套路。如果你是堅定的科技信仰者，願意用10年的時間去陪伴馬斯克的星辰大海，那邀請務必控制好倉位，因為任何顛覆式的科技在兌現前，都必將經歷極度痛苦的絕望之谷。事實上，最為反諷的是第三類人，那些通過養老金、核心 ETF 被動指數基金間接持有的普通人。隨着 SpaceX 龐大的體量被強制納入全球核心指數，無論你是否相信太空數據中心的故事，你的退休金都將被迫為馬斯克的星艦提供燃料。這就是金融資本的陽謀，將一家高風險的太空公司強行變成大到不能倒的全球資產共同體。因此以後怎要看這支股票，忘掉社交媒體上的瘋狂喊單，盯死3個關乎生死的指標。第一，星鏈的用戶增速與主權國家的反制力度。第二，星艦8噸級有效載荷的常態化發射節點。第三，偉大模型的商業落地與燒錢速度的剪刀差。人類的科技史本質上就是一部被巨大泡沫推着向前的歷史。19世紀鐵路狂熱讓無數人破產，卻留下了鋼鐵動脈。千禧年互聯網泡沫埋葬了無數散戶，卻孵化了信息社會。SpaceX 這場2萬億美元的河道必定充滿了泡沫的血腥味，但或許正是這種非理性的狂熱，才能打破地球內部的死局，砸開通往多行星文明的大門。它可能是人類邁向全新文明的第一張入場券，也可能是一場最終將全球財富絞殺殆盡的超級大局。我們終將明白，在這場以星空為島嶼的狂歡中，最昂貴的從來不是飛向火星的燃料，而是人類在圖此地球的焦慮中盲目透支的理智與明天。這其中第萬次的深度拆解，希望能像一桶冰水喚醒在之本狂熱中迷失的你。SpaceX 上市早已經不是一家公司的財務問題，它是懸在所有主權國家頭頂的一面照妖鏡。當大洋彼岸的私人資本已經開始圈佔低軌頻段，在太空中部署超級算力，準備對地球實施數字維度的全面合圍時，如果我們的目光依然只停留在機塊屏幕的流量爭奪，或者是一城一池的內卷廝殺上，那麼我們在未來的星際叢林法則中，連做對手的資格都將喪失。買不買這支股票是你個人的資產選擇，但能不能在這個大國科技博弈的歷史關口，看懂這將正在快速收緊的天羅地網，關乎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存空間。認清世界，方能看透財富。這裏是冷眼看局的深度解釋。如果這期內容觸動了你，請務必點讚、轉發並在評論區留下你的思考。你認為 SpaceX 最終會成為人類文明的光，還是科技反噬地球的惡龍？我們下期再見。